2025年嘅虛擬實境世界已經唔再係幾年前嘅雛形咁簡單，行入去望下四周，親身感受未來點樣全面咁展開。以前我哋講虛擬實境就好似講緊未來咁，一個遙不可及嘅夢。但如果呢個未來已經嚟到你面前，咁你會覺得係點？到咗2025年，虛擬實境唔再係新奇嘅事物，而係生活嘅必需品。咁樣你會點睇？而家啲學生喺生物堂時係用緊虛擬技術進行心臟解剖，新入職嘅員工第一日返工就要熟習數碼辦公室，學習 VR 技術嘅操作。今日嘅學習世界已經變成 VR 虛擬學習曲線。虛擬實境打破嘅不單止係空間界限，仲有人類自身嘅限制，由治療到老人護理、精神健康到行動唔方便。VR 嘅沉浸式體驗，除咗可以幫人療癒、拉近距離，仲打開咗自由同選擇嘅新空間。喺職場上，人機協作已經唔再受地理限制。靠住 VR， 我哋唔淨只係上網開會，而係可以一齊走入沉浸式嘅世界，人機協作並肩打造無限嘅新創意。VR 技術而家行得比以前更快更遠。VR 呢樣嘢唔單止係科技，而係我哋點樣體驗現實嘅大轉變。無論喺教育、醫療、培訓、探索上，全部都因為你現有嘅智能裝置而需要重新定義。所以問題唔再係虛擬實境幾時會改變世界，而係 VR 虛擬技術一直都喺度改變緊、進步緊。真正嘅問題係你準備好未？踏入呢個 VR 2025虛擬世界，加入我哋 ，follow 我，一齊投入 VR 虛擬新世界。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咁樣就可以追蹤我哋最新嘅影片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